以再三强调，的确因为国民党是闭关检查，检查通过决定，中华民国不分政府一起平等。但是这边的台湾会议之说，这边这个电视节目完全无合法，一点法都无。那个哪个原因呢？这是合资来的听从违法，合资来的合法。让你结果，是不话你嘅生意嚟是咁嘅，呢啲唔掂嘅，哪个合法？也强调嘅，呢個是合法。所以規則香港嘅，呢個都係差不多可以接受，或者唔講咧唔咁合法。但我哋都係可以處理，但係要接唔正確嘅概念，這個概念我係錯誤嘅，所以認為佢哋就係合資嚟嘅合法，是講我哋嘅客人完全冇個合法嘅地位。咁呢個係招商改造，有此佢哋就政府回收客家嘅節目，回收客家節目，客家節目唔單止可以有一個新聞電視，也可以有一般嘅娛樂節目，是嚟嘅。这个老人家有地理看到一个客家的天使，安尼呢，他的客家人啊，那我真看水小，他讲你如果还不敢提出来，永远可以澄清，客家节目永远在天上看到。可以